佮来看墨西哥，昨有一台货车去弄到相站的巴士，巴士断做2节，嘛造成至少10个人死亡，55个人受伤。有民众是表示讲，伫意外现场无看到设有冰交道，嘛无看到交通号志，当局嘛等咧调查。伫墨西哥西北边的阿迪拉科木科镇，即个边高道顶悬，画面顶悬上正边的双站巴士当要通过，但一台驶了真紧的货运列车过甲弄起哩，巴士的车顶互强大的外力弄甲落落去，顶悬载乘客搁互列车过搞去。即个城镇的工业区有真侪仓库含工厂，真侪在地工人是坐巴士上下班，却拄着死劫。一个受害者的家属讲，双站巴士无应该伫个列车高速通过交叉路口的时阵过。Mi hermana se fue ahorita, bueno, ella sí se pudo mover, me avisó que ya está en el hospital. Eran empleadas domésticas, trabajaban en casa. 一个伫离事故现场无到100公尺加油站上班的员工，拄好看到这段过程，伊表示讲有听到列车敢若平常时共款，伫经过这的时阵有提前淡水犁。事故发生之前嘛是有车经过边高道，另外有看到的民众讲现场无明显的边高道栅栏也是交通号志。当局已经针对这个事故含肇事的双方开始调查。根据墨西哥铁路运输监管局9月发布的最新报告，边高道事故上定看到最近几年有增加的趋势，去年有800件，2020年是602件。公司新闻5连编译。